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雖然咧今日因為打風，大家未能夠嚟到教會一齊聚會，但係我哋可以喺網上一齊咧去敬拜讚美我哋神。咁時間交俾敬拜隊，讓佢哋帶我哋一齊去敬拜嘅時間。哈利路亞，咁我哋一齊講三聲哈利路亞，我哋邀請聖靈運行我哋當中，準備1、2、3，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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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俾掌聲我哋主，哈利路亞。我哋聖靈，我哋歡迎你降臨喺我哋當中，聖靈，我哋此刻願你進入我哋嘅心，你打開我哋嘅心，無論我哋經歷緊咩嘢都好，聖靈現在你與我哋同在，運行我哋啦，喺我哋嘅裏面，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哋一齊開口嘅歡迎聖靈，聖靈我們真歡迎你。歡迎你，聖靈，聖靈，我們真歡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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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我哋一齊鼓掌俾聖靈嘅聖靈，我們真歡迎你。掌聲俾上帝啊！你知啊？聖靈，我們真歡迎你。聖靈，我們真歡迎你。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聖靈，聖靈，我們真歡迎你，聖靈，我們真歡迎你。願你旨意今日成全。神的工作，幸福你毫無保留，親愛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我哋再一次聖靈，聖靈，我們真歡迎你。歡迎，熱烈歡迎。世上所愛，舉上手心心渴慕你，親愛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親愛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親愛聖靈，我們歡迎；親愛聖靈，歡迎你來。我要讚美，無論得失或不得失。
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遠的神君王。哈利路亞，主，我哋多謝讚美你，無論我哋得時不得時，我哋都要高舉你嘅名，因為無論係光明抑或黑暗都好，在你看都係一樣，你都要叫萬事互相效力嘅主，阿們嘛！我哋嘅主係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得益處嘅主，阿們嘛！哈利路亞！弟兄姊妹，我想邀請大家，假如你現在係遭遇一個好開心嘅、好歡慶嘅時刻，我邀請你更用力嘅去讚美主，高舉上頭。你真在唱嘅時候，你宣告從主嚟嘅喜樂係你嘅力量。假如你係逆到時間，假如你係遭遇一啲困境，假如你遭遇傷痛嘅，我就邀請更加大力嘅唱，比起順境更大力唱，因為主嘅喜樂係你嘅咩啊？大聲啲，主嘅喜樂係我哋嘅乜嘢？大聲啲，主嘅喜樂係我哋嘅乜嘢？阿們，哈利路亞！主的喜樂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雖然橄欖樹不效力，也許葡萄樹不結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歡喜快樂。主的喜樂，主的喜樂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雖然橄欖樹不效力，也許葡萄樹不結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歡喜快樂。我要讚美，無論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讚美，每天從日出到日落，我心堅定於你，每天讚美不停，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只有讚美，大聲歡呼，你是永遠的神君王，我要讚美，我要讚美，無論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讚美，每天從日出到日落，我心堅定於你，每天讚美不停，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只有讚美，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只有讚美，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只有讚美。同你今日講，我要讚美，跳舞讚美了，我要讚美，只有讚美，只有讚美，我要讚美，跳舞讚美，我要讚美，只有讚美，大聲歡呼，你是永遠的神君王。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你大聲個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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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讚美。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讚美，每天從
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啊，我哋願意俾你嘅聖靈引導，你教導我哋，凡被神嘅靈引導嘅，都係神嘅兒子。我哋所領受嘅唔再係奴僕嘅靈，我哋唔再懼怕。我哋所領受係兒子名分嘅靈。主啊，你係我哋阿爸父。我哋唔驚，唔再懼怕，因為你與我哋同在，因為從你而嚟嘅喜樂，我哋得着力量，讓我哋深信你會堅固我哋，你會幫助我哋，你公義嘅右手扶持我哋。眼淚要幫佢過去啦，新嘅日子，新嘅事要來臨啦。我空虛的心靈終於不再流這雨後繽紛的彩虹，訴說你我的約定。我不安的腳步終於可以停歇。生命的盛宴，我空虛的心靈，我空虛的心靈，終於不再流淚，期待着雨後繽紛的彩虹，訴說你我的約定。我不安的腳步終於可以停歇，主你為我擺上了生命的盛宴，讓我哋一齊舉高手，與你有約是永恆的約，彩虹圍城堅固不變，我要高歌為生命喜悅，萬物歌頌你的慈愛，大地訴說你的恩典。
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为我摆成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述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述说你的恩典。我哋多謝讚美你，聖為我哋帶我哋去可安舒、可安歇嘅水邊，帶我哋去青草地溪水旁，讓我哋可以得着安歇安息。主，我哋多謝讚美你，你讓我哋眼淚唔需要再流，讓我哋看得見你與我哋同在，你引領我哋向前行，你引領我哋走過以往每一步。可唔可以讓我哋一齊去向主去感謝，向主去感恩，將我哋心裏面仍然所掛慮，我哋一齊帶到主嘅面前，讓佢親自安慰我哋，將我哋恐懼轉化成為盼望，轉化成為喜樂。一同開口。诉说你的恩典，万物
歌颂你的慈和爱，大地诉說你的恩典。我哋渴望，繼續渴望看見你嘅榮耀。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像雲彩圍繞，充滿在這裏。聖靈如風地吹進每顆枯乾的心靈，我們靈魂再次的甦醒。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高高的聲音如水不停息，聖靈會轉向兒女，兒女會轉向復興，每個時代合一敬拜你。我們等候主，不住尋求你面，晝夜的禱告，為這時代呼求，側耳來垂聽，天人悔改聲音，願救贖和醫治臨到這地。我們等候主，不住尋求你面，晝夜的禱告，為這時代呼求，側耳來垂聽，謙卑悔改聲音，願救贖和醫治臨到這地。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雲彩圍繞，充滿在這地。聖靈如風的吹進每顆枯乾的心靈，我們靈魂再次的甦醒。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高高的聲音如水不停息，聖靈會轉向兒女，兒女會轉向復興，每個時代合一敬拜你。不停地叩門，不停地尋求，天上的門為我們打開。我哋一齊宣告，不停地禱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復興臨到這時代。不停地叩門，不停地尋求，天上的門為我們打開。不停地禱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復興臨到這時代。不停地叩門，不停地叩門，不停地尋求，天上的門為我們打開。不停地禱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復興臨到這時代。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照着圍繞，充滿在這地。聖靈如風的吹進每個枯乾的心靈，我們靈魂再次的甦醒。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高高
敬拜你。喺度想再邀請大家一齊做一個禱告，我哋為住我哋嘅關係禱告，為住我哋同上帝嘅關係，為住我哋同我哋朋輩嘅關係、親人嘅關係去禱告，讓我哋嘅心轉向我哋天父，天父一將轉向我哋，亦都讓我哋嘅心轉向回轉過嚟。我哋宣告今日剛硬嘅心要變柔軟，今日恐懼要變成敬畏上帝，恐懼嘅 fear 要變成敬畏嘅 fear。我哋要從自我憐憫裏面、自憐裏面回轉過嚟，回轉過嚟。從今日開始，我哋要成為剛強。彰顯喺我哋身上，願在圍繞見證圍繞我哋。聖靈如風的吹進，每顆枯乾的心靈，我們靈魂在此地甦醒。沉睡叫起嚟啦！我渴望看見你的榮耀彰顯，禱告的聲音如水不停息，復興會轉向兒女，兒女會轉向復興，每個時代合一敬拜，每個時代，每個時代合一敬拜你，每個時代，每個時代合一敬拜你。
主，我哋願意連於你，你係枝子，我哋係葡萄樹。我哋唔連接於你，我哋就會枯乾。主啊，你係活水江河，我哋願意連於你。主，願你從今天開始，我哋願意向你打開我哋嘅心，讓聖靈嘅活水湧入嚟，湧入嚟，每個乾涸嘅地方都要滋潤過嚟。主啊，願意你見證要同雲彩一樣圍繞我哋嘅生命，從今日開始與我哋同在，每一步我哋都要見證到你，我哋每一步都願意與你同行。我哋禱告獻上，敬拜獻上，求你悅納，奉主名求，阿們，哈利路亞，將掌聲歸俾我哋嘅主，哈利路亞。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好，感謝主啊！雖然天氣係唔理想，我哋返唔到去恩光堂實體聚會，但我哋都可以透過視像，我哋可以一齊去敬拜，一齊去聚集。我哋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去讀一節嘅經文先啦。呢節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11章28節。弟兄姊妹，我哋一齊讀出呢節經文：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願意呢節經文都能夠幫助到我哋。跟住落去係家事分享嘅時間。首先會係 YouFunPick 2026年嘅暑期營會，報告過好幾次㗎喇，係8月7至9日，地點係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對象係中學生同埋大專生嘅。主題係看不到的你，喺度邀請所有中學生啦或者大專生，你哋都可以去報名參加呢一個嘅營會，一齊去尋找真相，一齊去認識真理。因為揾唔揾到真相，揾唔揾到真理，你自己就係一個關鍵。透過屏幕上面嘅 QR code， 快啲去報名啦！額滿即止。跟住嘅報告係關於一個嘅專題講座，題目係肩頸痛社區藥房點樣幫你呢？呢個嘅講座係紅豆會同埋我哋教會嘅社區服務部一齊去合辦嘅，日期係8月26號星期三嚟嘅，晏晝2點半至3點半。呢個主講嘅嘉賓佢係一個專業嘅人士，佢係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註冊嘅藥劑師。內容係會介紹社區藥房嘅服務啦，同埋啲資源都係非常之實用嘅。佢亦都會講解肩頸痛嘅成因，同埋亦都話俾我哋聽嘅症狀會係乜嘢，讓我哋可以認識肩頸痛嘅一啲治療方法，包括藥物同埋非藥物嘅治療。更加重要嘅係會有一個問答嘅環節。咁歡迎所有社區嘅人士嚟到報名參加啦。咁地點係我哋教會恩光堂嘅。咁要報名可以去接待處或者係透過屏幕上面嘅 QR code， 你就可以報名㗎啦。留意截止報名日期會係8月19號。8月19號。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呢個就係我哋嘅祈禱牆。好好去珍惜呢個祈禱牆，將我哋嘅需要去寫上，交俾上帝，讓我哋用禱告去互相支持，去建立自己，建立群體，去經歷上帝。跟住落嚟會係一個嘅奉獻嘅時間啦。咁有節嘅經文啦，少種嘅少收，多種嘅多收。呢句話係真嘅，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嘅人係神所喜愛嘅。弟兄姊妹，將你準備好嘅奉獻嘅金錢可以放喺你嘅手心，又或者將佢攞出嚟分別開去，喺下一個主日嘅時候將呢個獻金再次放入我哋嘅奉獻袋嘅當中。咁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為獻金去做好準備嘅。
不如我哋而家咧就作一個簡單嘅祈禱，將我哋準備好嘅奉獻金錢去交託上帝啊！好，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嘅厚愛，讓我哋可以去認識你。主啊，你係我哋嘅救主，主多謝你。主啊，求神你都係繼續保守我哋嘅生活，無論天氣環境如何，我哋都能夠去依靠神你自己。我係感謝神你俾我哋咧有呢個奉獻嘅能力，亦都有我呢個奉獻嘅機會。神啊，求神你都係潔淨我哋手中我哋準備好嘅一啲嘅獻金，用喺你嘅聖工上面，可以化為大用，去建設呢個社群，去分享愛。主，求神你都係保守帶領幫助我哋。我哋祈禱咁樣交託，係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去祈求。我哋一齊講阿門。哈利路亞，感謝主。好，跟住落去咧，我哋會係正道嘅時間。我哋今日好開心，我哋請到陳林清弟兄去為我哋去分享上帝嘅話語。我哋將時間交俾清哥，有請。各位早晨。喺開始之先呢，我係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過去呢一段嘅時間，或者係一年啦，或者呢一個月啦，或者最近呢個星期啦，你有冇遇到其中一件事呢？譬如你接到公司裁員或者人事變動嘅通知，你俾同事或者朋友排擠，你同你嘅配偶或者家人嘅關係出現張力，又或者你用咗唔少嘅心機去教導你嘅孩子，但係佢期考嘅成績佢係冇一絲嘅進步，又或者你俾小組嘅組員傷害咗你。當你一個人嘅時候，你望住天花板，感慨自己遭遇人生嘅不如意嘅事，你係咪咁樣對神個同在你感到懷疑呢？有唔少嘅信徒，佢哋喺痛苦無助、揾唔到出路嘅時候，佢哋從心靈嘅深處發出最真實、最赤誠嘅吶喊。就係以下呢一句嘅説話，佢話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怎麼會遭遇這一切事呢？呢句話其實係喺舊約一位當時又膽怯又自視為微小而貧寒嘅人所發出嘅吶喊。發問嘅人正係士師記嘅一位人物。佢嘅名叫做基甸。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士師記第6章11至16節。請大家聽我讀出。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亞比以謝族約阿斯嘅樟樹下。約阿斯嘅兒子基甸正在榨酒池那裏打麥子。為了躲避米甸人，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基甸對他說：主啊，請容許我說，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怎麼會遭遇這一切事呢？我們的列祖告訴我們，耶和華領我們從埃及上來。他那奇妙的作為在哪裏呢？現在耶和華卻丟棄了我們，把我們交在米甸人的手掌中。耶和華轉向基甸，對他說：你靠着你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米甸人的手吧。我不是差派了你嗎？耶和華轉向基甸說：去靠着你這能力拯救以色列脫離米甸人的手掌，我豈不是已經差遣了你嗎？第15節，基甸對他說：主啊，請容許我說，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這一支在瑪拿西支派中是最貧寒的，我在我父家
又是最微小的。耶和華對他說：因為我必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像擊打一人一樣。我哋先交代呢段經文嘅背景，其實就喺第6章1至10節。當時以色列人佢哋入咗迦南，而約書亞亦將呢啲地方分配俾12支派。佢哋以色列人落地喺迦南地之後，佢哋冇幾耐，佢哋離棄神，佢哋行神看為惡嘅事。神容許米甸人壓制以色列人7年。米甸人呢，其實就係當時處喺以東裏面嘅一啲嘅遊牧民族。佢哋以色列人過得極其嘅痛苦，因為佢哋受到米甸人嘅壓制。每逢有收成或者出產，都被米甸人搶晒。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差派先知警告佢哋唔可以敬拜偶像同埋敬拜別神。其實米甸人佢哋係1年1度，佢哋進入呢個以色列嘅地方，佢哋以遊牧嘅方式帶住駱駝、帳篷而嚟，進駐以色列人嘅地方。以色列人因為米甸人嘅緣故，就為自己喺山中裏面咧去挖洞穴，建造營寨。呢種模式其實有2種嘅目的，其一係喺戰爭嘅時候逃避米甸人嘅掠奪，其二就係向掠奪嘅人咧隱藏佢哋嘅收成。呢6節嘅經文，我哋可以分為3個段落，而第一個段落就係第11至第12節，嗰度講到神嘅臨在基甸，同埋向基甸咧發出呼召。當神嚟到找基甸嘅時候，佢喺邊度呢？經文話佢匿埋喺酒榨池裏面打麥子，而酒榨池咧就係當時佢哋咧就將一啲嘅葡萄咧，將佢咧係壓碎咗，然後咧嗰啲嘅汁咧就愛嚟咧釀酒。而我哋或者會問，點解打麥子唔係喺空曠嘅禾場進行呢？因為打麥子係需要咧空曠嘅地方，同埋空氣流通啦，又有風啦，讓一啲嘅風咧將嗰啲嘅麥子嘅殼咧可以吹走，留翻一啲嘅裏邊嘅種子咧就跌落地啊。佢咁樣咧就匿埋喺嗰度咧，打麥子咧，其實佢哋係驚咧俾米甸人發現咧，連佢哋僅有嘅收成咧都會俾米甸人咧係搶晒。所以當時基甸咧處於一個咧好大嘅無力感，感到咧無助。其實喺現實當中，當我哋面對恐懼，既冇安全感，又感到無助，會使到人咧唔敢咧踏出去咧面對現實，只能夠好似基甸咁樣匿埋喺酒榨池裏面打麥子，勉強讓自己能夠咧生存咧就好彩啦。呢啲都係當時一般人嘅心態。第12節嗰度講，神對基甸話：大能嘅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喺第11節裏面咧，我哋剛才講到基甸當時佢係極之恐懼，驚俾米甸人發現佢打麥子，所以佢匿埋喺酒榨池裏面咧進行，顯示咧基甸個人咧係
好軟弱啦，佢咧唔係一個好勇敢嘅人，但係神卻係話佢係大能嘅勇士。點解呢？其實神並非話基甸勇敢，而係話我與你同在，所以你能夠成為勇士。神唔係睇你現在嘅樣子，而係睇你喺佢手中嘅樣子。當你願意咧去信服神，你喺神嘅懷抱裏面咧，神正係好想睇你喺佢懷抱裏面嘅樣子。同埋往往當我哋咧身處喺最隱密、最委屈、最無助嘅榨酒池嘅時候咧，神卻喺呢個時候咧就臨在。呢個都係需要我哋能夠咧係聽到，然後先至咧體會到神嘅臨在。你係咪相信呢？仲有當時咧，處於有兩種嘅唔同嘅處境，一個就係人嘅眼光，而另外一個咧就係神嘅眼光。從人嘅眼光嚟睇，人只係咧見到仇敵嘅威脅、自己嘅懦弱，同埋窄小嘅深坑，好似冇出路咁。而神咧卻係見到一個咧即將被神使用嘅大能勇士。所以呢度講話喺咩時候你能夠用神嘅眼光嚟去睇事情同埋睇自己？喺咩時候你就對生命就有全新嘅睇見？你又會揾到咧新嘅方式去幫助別人。喺呢度咧可以咧講一個嘅例子啦。最近同一位主內嘅同學敘舊，佢講咧翻咧佢媽媽咧過身之後所發生嘅事。當佢媽媽嘅喪禮都完成咗之後，佢又同佢兄弟姊妹4人咧就一齊去處理佢媽媽嘅遺產嘅事。但喺過程當中就出現咗分歧。矛頭直指我哋呢位同學，其實佢媽媽生前已經定咗遺囑，而家只能夠咧係按照佢嘅遺囑咧去處理。但係佢哋其中一位嘅成員，佢係指控咧一向照顧母親嘅我呢一位嘅同學，佢喺佢媽媽定遺囑嘅時候咧從中作梗。不過好彩咧，佢其他嘅兄弟姊妹咧，佢係相信佢，儘管佢點樣向呢一個唔滿意佢嘅成員去解説，始終都唔能夠咧令到佢接受。佢反過嚟講咧，就係指控個同學咧，佢身為基督徒點能夠做出呢啲事咧？呢啲説話令到佢咧非常之心痛。但係佢自問問心無愧，佢一向盡心照顧母親。但係對方一向好少去探望媽媽。當發現佢媽媽俾佢嘅分配到嘅較為少，因而咧就遷怒於我呢位嘅同學。呢位同學佢不禁喺呢個時候好傷心、好難過之際，佢問神：我點會遭遇呢啲咁嘅事呢？當佢感到好委屈、好難過之際，心裏面有一種平安突然充滿住佢，佢不禁流下眼淚。雖然佢一刻俾親人誤會同埋責罵，好難過。但係神卻喺佢處身困難裏面向佢顯現。神對佢講：孩子，雖然你而家好難過同埋受屈，但我依然與你同在。弟兄姊妹，你而家未處身某一種榨酒池嘅困境當中，
或許係俾親人指罵，抑或受同事排擠，或者處身喺唔公平或者唔公義嘅對待當中，或者你努力所得到嘅喺頃刻之間就冇晒。請你都願意去相信，無論你嘅處境係幾咁困難，喺呢個時候，神正喺你身邊，佢嘅臨在要讓你從困境中走出嚟。跟住我哋睇第二個段落，就係13至15節。喺第13節裏面呢，基甸回答神嘅呼召嘅時候呢，有幾點佢話：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我們怎麼會遭遇這一切事呢？佢話神佢奇妙嘅作為喺邊度呢？而家耶和華卻丟棄咗我哋，將我哋交喺米甸人嘅手掌中。基甸好明顯佢質疑神嘅同在，而且佢係處於喺兩種唔同嘅處境當中。第一個處境就係佢聽見神同佢講，神同佢同在；而另外一個處境就係佢事實正係遭遇呢啲咁唔如意、咁痛苦嘅事嘅現實。基甸記得佢哋嘅列祖，佢哋嘅記述，過往神點樣帶領佢哋，仲喺佢哋面前行好多嘅神蹟，包括神帶領佢哋嘅先祖過紅海，其後又帶領佢哋過約旦河，然後進入迦南美地。佢哋而家因為目前所遭遇嘅事，佢哋就抱怨眼前神丟棄咗佢哋。佢哋同我哋都一樣，我哋都有屬靈嘅盲點，只係睇見呢一刻，我哋身處好多嘅困難，我哋喺極其痛苦當中，但係神卻係唔拯救我哋。但係另外一方面，卻係忽略咗當時以色列人犯罪嘅因由。好多時我哋都跌落咗去呢種嘅屬靈嘅盲點裏面。當遇到唔如意嘅時候，我哋都好似基甸咁樣去抱怨，懷疑神嘅愛、神嘅能力，甚至懷疑神嘅存在。喺第14節裏面，神對基甸話：去靠住你呢個能力拯救以色列，脫離米甸人嘅手掌。我豈不是已經差遣了你嗎？神並冇俾基甸一個好清楚、好明確、好詳盡嘅答案，佢只係話俾佢聽：你去做就啱啦。其實我哋往往都希望，當我哋有困難嘅時候，我哋希望神呢俾我哋一個答案，但係答案往往未必呢使到每一個人都滿意。但若果我哋願意，我哋跟住神嘅意思去做嘅話，就會帶嚟改變。神話俾基甸知，要佢從米甸人嘅手中拯救佢哋嘅同胞以色列人出嚟。同樣，今日神要使用你，你願唔願意呢？喺第15節裏面，基甸呢仲係好驚，佢話：主啊，請容許我說，我點能夠拯救以色列呢？佢話：看啊，我這一支在瑪拿西支派中是最貧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基甸唔單止佢好驚，佢仲以佢自己嘅出身寒微作為藉口，想逃避神對佢嘅呼召。同樣，摩西亦曾經向神說類似嘅説話。喺出埃及記第3章11節，摩西咁樣話：我是什麼人，竟能夠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而掃羅亦有同樣講過類似嘅説話，喺撒母耳記上第9章21節，掃羅向撒母耳先知話：我唔係以色列支派當中最小嘅便雅憫人嗎？我嘅家族唔係便雅憫支派當中最小嘅家族嗎？你為何對我說這樣的話呢？呢三位摩西、掃羅同埋基甸，佢哋都有共同嘅問題，就係佢哋從人嘅能力同埋背景去睇神嘅事工。跟住同大家咧講一講一位佢嘅孩子有過度活躍症嘅一個嘅母親，佢一啲嘅經歷。呢位媽媽佢話：我個仔被診斷有過度活躍症之後，佢話佢自己無法理解點解神將一個咁特別嘅孩子帶到佢生命當中。佢話每日都要面對學校老師嘅投訴，以及孩子情緒嘅問題。佢話有一晚，佢個仔鬧情緒，去到凌晨3點先能夠瞓着。佢坐喺客廳嘅地上，睇住滿地嘅玩具，忍不住痛哭。佢話佢問神，佢話神啊，你真係與我同在咩？我點會遭遇呢一切嘅事呢？我根本唔係一個稱職嘅媽媽，脾氣唔好，冇耐性，連自己嘅情緒都處理唔好。我點樣可能帶好呢個嘅仔呢？佢話我真係撐唔住落去。你媽媽佢話佢自己曾經試圖用自己嘅方法去修正佢自己嘅孩子。佢報讀相關嘅課程，佢仲喺祈禱裏面求神醫治佢個仔，讓佢能夠變得正常。然而佢個仔依然喺課堂上坐立不安，喺公眾場合因為情緒失控而尖叫。佢話我實在感到精疲力竭，甚至懷疑神係咪聽佢嘅祈禱。直到有一次喺崇拜聚會當中，牧師分享哥林多後書第12章9節嗰度話：我嘅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嘅能力是在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呢句話好似當頭棒喝，敲醒咗佢執迷於尋求奇蹟醫治。佢話佢突然間意識到自己一直喺度求神改變佢嘅孩子，卻從未求神改變佢自己嘅心。神容許呢個挑戰存在，係要拆毀佢裡面嘅驕傲同埋自以為是，讓佢學會完全交託同埋信服神。佢話當佢放低一切嘅執着，佢開始用神嘅眼光嚟看待佢嘅孩子。佢發現佢孩子雖然坐唔定，卻擁有無比嘅純真、善良嘅心。佢話當佢睇到街邊嘅流浪貓嘅時候，佢會充滿憐憫咁樣停低腳步。當睇到佢媽媽疲憊落淚嘅時候，佢會用佢雙好動嘅手緊緊咁樣抱住佢，對佢媽媽講：佢話媽媽，我愛你。弟兄姊妹，正如剛才話，神看基甸係大能嘅勇士，唔係因為基甸幾咁嘅勇敢，佢睇佢係大能嘅勇士，係因為神要喺佢嘅軟弱上彰顯出神自己嘅大能。呢個就係恩典嘅福音。神呼召我哋，使用我哋，往往唔係因為我哋已經好強大、好完美、好富有。相反，神好常挑選世上愚拙嘅，
軟弱嘅、卑賤嘅，為要叫嗰啲自以為有能力嘅羞愧。不論你今日點樣嘅軟弱微小，其實喺神嘅眼中，你唔係嗰個失敗者。喺神嘅恩典裏面，你係佢要拯救、要使用嘅大能勇士。跟住我哋睇最後嗰個段落，就係神嘅應許同埋差遣。喺第16節嗰度話，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敗米甸，如擊打一個人。基甸佢係一個匿埋喺榨酒池裏面，又膽小又軟弱嗰位。到底要點樣？佢要點樣能夠變成一位大能嘅勇士，去面對好似正如經文話，像蝗蟲一樣多嘅米甸軍隊呢？其實啱啱讀完呢一節嘅經文，即係第16節，就係答案。亦係神呢俾基甸，俾我哋每一個人嘅終極嘅應許。雖然基甸佢以出身寒微為藉口逃避神嘅呼召，但係因着神嘅恩典同埋憐憫，再次向基甸保證與佢同在，佢就將米甸人一舉全部擊敗。喺第7章1至25節，基甸學習單純依靠神，佢放手俾神喺佢生命裏面作工，最後佢竟然只需要用300個人就能夠打敗咗米甸人嘅千軍萬馬。當基甸聽從神嘅話去做嘅時候，佢就成為拯救以色列人嘅一位偉大嘅士師。喺呢度交代下，士師其實個原文嘅意思係拯救者。換言之，神係揀選基甸作為士師，係去拯救以色列人，讓佢哋脫離當時俾外族人佢哋嘅壓制。同樣，我哋唔好輕看自己。當我哋願意站出嚟，樂意讓主使用，就算只有5個餅2條魚，主亦能夠用佢哋嚟餵飽5000人，又收拾12男子嘅零碎。跟住我哋睇另外一個嘅見證。記得我曾經喺講台分享一位同學嘅見證。當年佢喺美國進修畢業翻嚟之後就喺間大學度任教。喺我哋一班同學嘅團契重聚嘅時候，佢講一件好唔開心嘅事，就佢畢業之後同一位師兄結咗婚。但係幾年嘅婚姻生活越嚟越多矛盾，越嚟越唔開心，最終佢哋雙方都離婚收場。當時個佢好低沉，佢好懷疑神係咪同佢同在。但係過咗一段嘅時間，大概係佢哋現在10年前左右，佢同我哋分享佢患上咗癌症，但係佢卻係深信神同佢同在。當佢接受治療之後，佢喺教會好積極咁樣侍奉，又參加去唔同嘅地方嘅短宣。大約喺8年前左右，即係2018年，佢嘅病情越嚟越差，醫生話佢在世嘅日子越嚟越少。佢就喺佢自己屋企辦咗一個感恩嘅道別聚會，有超過50位嘅親友同埋主內嘅肢體參加。除咗佢向佢哋道別之外，佢仲向
未信嘅親友見證主耶穌嘅恩典。後來佢約咗我哋5-6位，我哋當時喺學校團契相熟嘅同學，去到佢屋企，佢同我哋一同去分享佢當時嘅心路歷程。雖然佢身體越嚟越虛弱，但係佢話佢冇埋怨，佢冇遺憾，佢仲紀念喺國內幾位未信主嘅親人，期望佢哋都能夠接受福音。佢話醫生同佢講，佢只剩返2個月嘅壽命，但係佢一啲都冇感到恐懼。佢心裏面好平靜，因為佢深知道神與佢同在。佢同我哋一同祈禱，一同守望。就喺大概2年之後，即係2020年尾嘅時候，當時疫情就開始，冇幾耐佢就喺彌留之前嘅1個禮拜，佢喺我哋嘅同學嘅 WhatsApp 群組就發咗一個聲音嘅訊息。佢用佢微弱嘅聲音同我哋道別，佢仲勉勵我哋要信靠主。冇幾耐就聽到佢離世返天家嘅消息。呢位姊妹，佢曾經因為好唔開心嘅事，佢質疑神。佢曾經都問，佢話我點會遭遇呢一切嘅事呢？後來佢生命有咗好大嘅改變，轉向佢確信神與佢同在。縱然環境冇即刻嘅改變，佢嘅癌細胞亦冇立刻嘅消失，但係因為佢將焦點轉向咗神，喺現實嘅威脅喺佢嘅眼中就變得好似擊打呢啲米甸人，好似一個人一樣。最後我哋作一個嘅總結。當我哋睇完呢6段經文，我哋睇到神冇因為基甸嘅回應而去責備佢，反而俾佢保證同埋應許，你亦可以向神傾訴，真情流露。神會用佢深情嘅眼光注視住我哋，體恤我哋嘅軟弱。而第2點就係期望我哋個屬靈視野能夠去更新，從我哋抱怨向神抱怨點會遭遇這一切事呢種嘅自憐同埋抱怨當中我哋轉向去積極一啲去問神。譬如話我哋問神，主啊，喺呢個困難嘅環境當中，你要我睇見乜嘢呢？我哋問神，你要我點樣去經歷你嘅同在呢？同埋你問神，你要點樣喺我嘅軟弱上顯出你嘅大能呢？跟住我哋點樣去回應神嘅呼召呢？我哋唔好俾自己繼續匿埋喺我哋嘅舒適圈，或者冇安全感嘅榨酒池裏面，喺度抱怨啦，感到恐懼、無力、無助。我哋唔好繼續匿喺呢種嘅處境底下，要靠住神俾你嘅應許，
分別係神應許，正如神應許基甸一樣，大能嘅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仲有神對基甸話：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敗米甸，如擊打一個人。呢個係神俾基甸嘅應許，同樣今日亦俾我哋每一個人嘅應許。神期望我哋走出去面對你嘅家庭、你工作嘅地方、你破裂嘅人際關係同埋疾病。當我哋願意將焦點從面對環境有幾困難，轉向信靠神有幾偉大嘅時候，我哋就能睇到嗰啲看似無法戰勝嘅米甸軍隊喺神嘅同在裏面，都必定如同擊打一個人一樣，煙消雲散。最後我哋一同嘅做一個結束嘅禱告。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一位容許我哋對你誠實同埋真情流露嘅主。主啊，你知道當我哋經歷生命中嘅困惑、艱苦、種種嘅難關，揾唔到出路嘅時候，我哋嘅心塞滿咗，點會遭遇呢一切事嘅委屈同埋困惑？主啊，求你嘅充滿慈愛同埋大能嘅眼光，呢一刻親自嘅嚟去注視我哋每一位軟弱嘅心靈。求你喺我哋嘅心裏面説話，話俾我哋知道喺你嘅眼中，我哋唔係失敗者，而係你要使用嘅大能勇士。我哋求你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睛，讓我哋唔再只睇見環境嘅艱難、米甸人嘅強大，而係睇見你永不離棄嘅同在，賜俾我哋走出榨酒池嘅勇氣。縱然我哋軟弱微小，你叫我哋靠住你得勝所有嘅困難。我哋咁樣多謝主，你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多謝阿清哥嘅分享同埋對我哋嘅提醒。喺呢個時間，我邀請你係方便嘅就一同站立，我哋同眾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哋今日聚會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願主賜福每一位，拜拜。